觀塘線有列車車頂疑似冒煙，列車須於何文田站回廠。據了解，涉事列車為 A197、A230， 車序037。列車到達彩虹站時，有乘客察覺有燶味。插電工教咩啊？先睇部先點？好臭啊！冇做話冇喂。係咯，好臭。咪着火係嘛？喂，邊度冇煙啊？大佬。喂，如果真係嘅話，喂，唔係燒咗車啊，大佬。喂，燒咗車死啦！燒咗車咪死啦！煞停啊，大佬啊！我驚佢陣間煞停啊你。我都係啊，大佬。煞停行路軌啊！列車之後於旺角站停低，有職員上前作初步檢查。列車最後於何文田站清客並回廠。再見啦，二三零。再見啦，拜拜。再見啦，有緣再見啦。喂，天魔定路啦！Goodbye 係飛橋。喂，天魔就紅溫嘅，同你講。黑紅溫啊！再見啦。誒，航線新運台。喂。